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7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消费。前不久，各个地方很多五星级饭店出来摆摊，成为一种现象。咱们节目也聊过，这一现象也被外媒发现，广泛报道。你比如说《联合早报》，它今天有一篇报道叫河南五星级酒店被迫摆地摊，它这个标题叫被迫摆地摊。我们看看这个外媒它是怎么看待五星级饭店摆地摊这个现象。文章说，在中国许多城市的街头，摆地摊做餐饮的老板通常都穿得很简单，不是长袖或 T 恤长裤，就是背心加上鸭舌帽。但最近在河南郑州的街头却涌现一批戴着高白帽、穿着雪白厨师服的摊贩，他们穿戴整齐又简约，仿佛多了一种高级专业感。这是在搞什么行为艺术吗？不是，他们可是正经八百来自当地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厨师。这家位于郑州金水东路的永和伯爵国际酒店，地理位置非常好，紧邻省政府、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国际会展中心等，距离高铁站、地铁站以及商场也非常近。按理来说，占据如此优越地理条件的酒店，尤其是高级酒店，应该不愁客源。让人联想不到的是，这家房费最低500元的大酒店，竟在门口摆起地摊。据极目新闻报道，摊位有卖熟食、凉菜和馒头等食品，价钱相当实惠。例如，半只烤鸭35元，整只60元，小龙虾38元一斤，猪蹄48元一个。如此违和的画面自然抓住不少人眼球。不过，许多媒体报道内容几乎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国内的媒体报道突出的什么？突出的是大酒店摆地摊，一天收入3万元。国内媒体报道主要是突出他一天还能赚3万，但是没有报道出背后的这个辛酸以及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五星级饭店要去摆地摊呢？说对一家五星级酒店而言，这收入很高吗？这很难评。但从酒店总经理雷玉明的受访语气中，应该不难看出，一天3万元的收入至少保住了他们一伙人的饭碗。雷玉明说，别人说五星级酒店出来摆地摊掉价什么的，我们也没觉得五星级酒店怎么了，其实值多少钱，面子值多少钱，这6个字把生意人的务实和辛酸全说尽了。雷玉明也提到，许多酒店同行来现场观摩，咨询电话不断，郑州一些酒店也跟着开始外摆，也就是这个变成一个现象了，越来越多的酒店开始摆地摊。不光郑州是这样，全国其他很多城市都这样。这个联合早报说，不止一家酒店这么做。他说，的确，近年许多酒店为了生存或拓展业务，都选择摆摊。微信公众号旅界6月30日发出的文章称，在河南三门峡市，从6月起，当地许多酒店一到下班点便在门口摆摊，卖的是黄花鱼、红烧排骨、凉拌牛肉等老百姓一般会吃的食物。说这篇文章的阅读次数超过10万次。这样的情景同样在陕西玉林、浙江杭州等地上演。实际上，就我所在的安庆也是这样。除了摆摊，不少高级酒店也卖起剩菜盲盒，推出价格非常实惠的早餐。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深圳龙华希尔顿逸林酒店今年推出剩菜盲盒，将当日没有卖掉且品质完好的食物以随机打包的形式售卖。报道称，原价200多元的自助餐只需79元即可以买到盲盒，取餐时间大致在晚上8点30分至9点30分。对于星级酒店摆摊卖接地气小吃家常菜、剩菜盲盒现象，有中国网民开玩笑说，这些高高在上的酒店终于屈尊到人间。也有人批评五星级酒店摆摊是与地摊小贩争利，降维打击。说对此，红星新闻署名评论文章分析，五星级酒店摆地摊的位置与餐饮小馆或地摊集市的位置有所不同，
还谈不上与地摊小贩的同产竞争。这个说法不对。从供求关系来说啊，这跟你的什么位置关系不大。我这一天就吃3餐，我早餐如果在这个5星级饭店的摆地摊那儿吃了，我就不可能去别的地方再去吃份早餐。所以说5星级饭店摆地摊，它就是降维打击，抢的就是别的这些路边店、夫妻店它的生意，这没什么好说的，对吧？我吃猪蹄子，我在这个5星级饭店，它的摆摊48块钱买了个猪蹄，那我就不会再去什么其他的卤肉店去买个猪蹄。文章进一步说，预善消费转型，企业主动调整服务对象，探索新的消费增量，符合适者生存的道理，应当获得理解与尊重。这种降维打击是可以理解的，没有哪个法律规定说你5星级饭店你就不能跟街边的那个小摊竞争，你愿意，你只要不犯法，你只要不是什么叫什么不公平竞争，叫不正当竞争，都是可以理解，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市场经济啊。新京报署名评论文章称，从消费者角度看，5星级酒店摆地摊满足他们对高品质美食的需求，同时提供新的消费体验。无论企业品牌多亮、档次多高、规模多大，都要紧跟市场步伐。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实际上就是性价比，一个价格要适中，要优惠实惠。第二个就是大饭店的食品给人感觉更值得信赖，是不是食品安全要控制的好一点？消费者需求和市场步伐一直在变，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有观点认为，星级酒店之所以会使出摆摊这一招，背后原因离不开近年消费情绪低落，以及前不久官方出台的禁酒令。这个说到本质了，实际上5星级饭店出来摆地摊，他也是迫不得已。但凡他生意红火，他哪有功夫出来摆地摊啊？这正说明他5星级饭店里面的消费是在江河日下，客人越来越少。他是这个厨师、服务人员已经出现这个叫什么冗余，没活干，闲着也是闲着，摆摆地摊，给他们找点事干干，要不然就要裁员了，关门了。所以消费情绪低落是一个原因。但是他还说了，前不久官方出来的禁酒令也有关。所以联合早报说，禁酒令大棒，说冠病疫情过后，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没有起色，加上中美关税战阴影挥之不去，叠加效应直接影响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这一点可以从前不久公布的数据看出。财新网7月3日公布6月财新中国服务业的 PMI 录得50.6，较5月回落0.5个点，是9个月来的最低。据彭博社报道，这略低于受访经济师此前预估的50.9的中值，也就是比预期还要差。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说啊，当前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内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未得到根本扭转。然而，在一些网民看来，禁酒令对消费的影响似乎更加直观，也更加剧烈。国务院5月印发修订后的《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要求严格执行国内公务接待标准等，被称为新的禁酒令。此后，一些地方加码限制公务员餐饮要求，包括禁止3人以上公务员聚餐，并要求避免相互请客等。尽管官方后来明确表态反对过度整治违规吃喝，但对餐饮业的冲击已浮出台面。星岛日报7月5日引述北京和深圳多家酒楼说，禁酒令后包间预约大跌30%，人均消费也腰斩，是跌至100多元，人均消费只有100多块了。据观察，不少在北京海淀区商业街的餐厅都在门外摆摊，你看北京也是在摆摊，一些高端餐饮场所也推出宵夜、烧烤揽客。报道引述一家高端酒楼的经理说，生意一年惨过一年，今年初开始餐厅月月赔钱，禁酒令之后包间预订比之前又少了30%，根本就没什么人订了。经济观察报6月5日发表题为《北京餐饮企业正在抛弃包间》文章称，以商务接待为主的包间消费曾是北京
中高端餐厅的重要利润来源。餐饮业有句话说：“散台拉人气，包间赚利润。”商务宴请在单位时间内给餐厅带来的利润率和利润总额会显著高于其他消费模式，包间消费也成为一家餐厅利润的重要支撑。不过，文章指出，自2021年以来，包间消费开始走弱，这一趋势在2025年上半年进一步显现。河南郑州与中国多地星级酒店摆地摊的背后，不仅反映中国消费整体大环境的疲弱，也折射出官方一纸命令如何彻底影响整个行业生态。相关业者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不仅考验他们的商业和政治智慧，也关乎千千万万人的生计。这是联合早报说的，他认为这个星级酒店摆地摊折射的是中国整体消费大环境疲弱，也反映出这个禁酒令对整个行业的影响。在这里，我认为这个星级饭店摆地摊充分反映了咱们消费在降级，消费低迷，消费怎么刺激也无动于衷，没有什么效果。但是这个跟禁酒令有什么关系？禁酒令只是说它是压垮这个餐饮的最后一根稻草，它不是主要原因。如果你靠政府去消费，公务员消费，让整个的餐饮红红火火，这个本身就是个扭曲的，这种繁荣不要也罢。所以你不能因为这个餐饮现在惨啊，你就怪这个公务员，怪政府出台禁酒令，怪公务员不能去大吃大喝，这是本末倒置。所以说餐饮业现在多惨，你赖不到这个禁酒令头上。禁酒令是早就该出，它出晚了都，早就该严管。你这个禁酒令禁的是违规吃喝啊，你公务员自己周末你掏钱，你跟你亲戚、跟你家里人、跟你朋友喝酒，这个不犯法，你拿你自己工资吃喝没关系。禁的是违规吃喝，这个违规吃喝本身就应该禁，它是犯罪。你不能因为为了餐饮业繁荣，让餐饮业的人多赚点钱，就提倡违规吃喝，就纵容贪污浪费。所以这些餐饮业的从业人员，你不要因为自己生意不好赖禁酒令。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消费低迷。如果大家收入都在增长，大家对未来预期好，谁不愿意去吃吃喝喝？谁不想过点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说到消费低迷，那消费低迷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我们老是说的，你看咱们 GDP 是不是在高速增长？我们现在5%，我们觉得慢。你拉到全球看，这5%这个速度是很吓人的。那欧洲都是0点几、1%，还有负增长的，对吧？俄罗斯是4点几吧？那普京就天天吹，咱们是5点几。那为什么咱们体感这么差？老百姓总觉得自己没钱，觉得日子过不下去。原因在哪里？浪费钱，通过各种方式集中到大头那去了，大头把你这钱浪费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通俗易懂。韭菜创造的财富，天量财富，这个财富以税收的二次分配，以各种国企、央企把这些财富都集中到大头上去了。这大头怎么花的？投资，吃吃喝喝，贪污浪费，这个钱是一部分，但是吃不穷，喝不穷。大家记住了，吃吃喝喝你能浪费多少？而且你吃吃喝喝，刚才也说了，你真的要吃吃喝喝，你还拉动了这个餐饮。所以最触目惊心的是无效投资，那个浪费才叫大。是广场上的仿生树，是这个公园里面的80万一棵的景观树，是那些菜地里面的地铁站，是那些尘封的高铁站，是那些垮掉的大桥。这个浪费那才叫惊人。最近财政部等6部门史无前例的叫停大基建。前一阵子咱们节目也介绍了，各个地方地铁都不批了，有的地方地铁批了，但是还没建，现在都不让它建了。有的地方比如深圳申请的是5条线，现在只能修3条线，也就这意思啊，要缩减。这一举措就像一个重磅炸弹，宣告大规模举债投资时代已经结束了。什么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浪费。我们总说造了太多的烂尾楼，房地产绑架了国民经济等等，
实际上比这个影响更大的就是投资大基建。从数据来说，2023年我国基建行业投资高达23万亿。2023年我们的房地产投资是多少呢？11万亿。你看看，大基建是房地产的2倍。这个疫情之后提出要拿出40万亿进行大基建投资，拉动经济，但是现在一看不行了，主动踩了刹车。为什么？因为你这40亿投下去，你这利息都还不起，没有效益。这个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地方债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本来地方就是举债在发展，你再来个40万亿。数据显示，2023年包含隐性债务在内，重庆、云南、贵州10个省份的地方债务规模已经超过地方财政收入的5倍，其中青海、吉林更是超过了8倍。财政部最新发布的收支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严峻形势。今年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2.6%， 而支出同比增加 2.5%。财政收支缺口高达 5.74 万亿。在31个省级行政区中，除上海盈余703亿元外，其他省份地方财政均入不敷出。财政收支缺口超过1000亿元的省份有23个，超过2000亿元多达15个，缺口3000亿以上的有4个。四川省以4130亿元赤字，位居首位。这也是去年为什么搞了一个化债，就是化解地方债一个12万亿一个计划，就到了不解就不行的问题了这个地步。目前主要依靠地方国企和城投平台处置或盘活存量资产来变现，填补财政缺口。然而在当下环境中，闲置房屋、土地和产业园区鲜有人愿意接盘，开源不成，只能节流。今年山东、河南等地率先大规模削减事业编，一场削减编制行动就此展开。令人担忧的是，职位虽在，工资和奖金却没了着落。有人认为房价下跌是导致地方财政困难的原因，但实际上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房地产并不准确。房地产只是催化剂，根本原因在于多年来大多数城市发展产业滞后，面对困局，只有少数管理者兢兢业业寻找出路，更多人却选择了大规模举债、扩大基建来催生 GDP， 因为只要 GDP 好看，就能获得晋升机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很多地方一有钱了，一让他举债，他马上就修路，马上就修广场，马上就修老干部疗养中心。这一举多得，一是加大了投资，拉动了当地经济 GDP， 有了工程，上上下下就能吃饱喝足，要不然县城婆罗门怎么活？大家都要吃饭。至于这个钱投下去之后有没有收益，那是后面的事。你怎么还？那以后再说，对吧？说至于项目是否盈利，债务如何解决，无人关心。这种短视的投机思维，使得全国各地亏损项目遍地开花。全国至少有26个高铁站因位置偏远、周边配套不足、客流量低等原因，建成后处于未启用或关停状态。因为解决债务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地方积累的债务速度，所以财政部等6个部门不得不下发停止大基建的文件。但这个也是恶性循环，你大基建一停，地方上本来卖地就卖不了了，收入就少了，又不让大基建呢，那他就没办法举债，那政府手上的钱更少，所以才会出禁酒令嘛，没钱花了，你再吃再喝的没钱了，你工资都发不下来，还能容许你吃喝吗？刚才说了，大量的项目都是地方政府举债去搞的，形成了 GDP， 这 GDP 很好看，但是跟韭菜有什么关系？这只不过是权贵婆罗门他们的一次利益再分配。但是这个项目后面他不赚钱，他浪费，还得买单，谁买单？还是大头买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着 GDP 很高，但是韭菜没钱，韭菜不愿意消费。这就是怎么刺激韭菜，韭菜他也不消费的原因。GDP 高是怎么高的？你知道了。
哎，如果说举债发展的这一项目，它能源源不断的产生收益啊，它不仅能把银行贷款的利息给它抹平，它还能把那个运营成本打平，它甚至还能产生利润，那这个项目它就有了正向收益。这样的项目非常少，所以说当这个大头的钱以各种名义把它花掉了，也没产生收益，没有产生收益，它就没有办法给这些小头提供什么保障，提供完善的社保这种机制。所以这个小头本来钱就分得少，你还没有什么社会保障，那你说他怎么可能会去消费？他只有把钱存银行，所以他这个是个恶性循环，这才是我们这个餐饮业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更严重的是，这个餐饮业它只是个缩影，餐饮业只是表现的比较突出，餐饮业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大家比较容易接触到，你总得吃饭，好歹你得下2次馆子。所以大家就比较容易感受到餐饮不行了，因为餐饮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印象深刻。很多其他行业你接触不到，你不了解，所以没有印象。实际上，所有的行业都会像餐饮一样，所以这就会导致严重的通缩啊。但这些5星级饭店摆地摊的时候，这个对这些街边的这些夫妻店、这些小的餐馆，那冲击还是很大的。他们本来也在维持，这些小餐馆，它为什么能维持？因为它劳动力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自己在夫妻店也是顶多把家里人叫上一个，他的成本就是店租，就是门面的钱，所以他能扛。他本质上是赚自己打工自己的工资，即便这样，他也是在勉强撑着。那这个时候，当更多这个星级酒店出来摆摊的时候，对他们冲击还比较大，很多人就干不下去了，选择关门拧螺丝去，或者送外卖。你送外卖，你这么勤快，你好歹一个月能赚个7000，但是你要开个餐馆，也是起早贪黑的，你还赚不了钱，说不定还赔钱。那你只能把这餐馆关了去送外卖。有的人送不了外卖，背上债，大量的人倒闭，这个小餐馆，那这些人他更不消费，他赚钱要还债，所以会造成消费更加低迷，这就是螺旋式下降。同时，这些5星级饭店摆地摊也不是长久之计。摆个1年恐怕也就要黄，又要裁员，更多的厨师要下岗，更多的服务员要回家，没有收入他就不消费，是吧？这就是恶性循环。那有人就说了，那些不赚钱的、没有效益的项目能不能停掉？这个你是停不掉的，只能减少，因为这个不赚钱的项目，权贵和婆罗门他们分钱的一种方式，他们要通过这些项目合理合法的，当然合法要打个引号，把它钱从大头那儿变到他那个小头那儿，加特老师他就没有这样的权利，但他曾经差一点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失败了都没有影响他对这种美好事情的向往，所以他就只好另辟蹊径，把本来要交给大头的这个税他不交，少交，把自己的影视公司搞成个小微企业，本来这钱要交给大头的他不交，这不也就是变相的从大头那儿搞钱，这大家就懂了吧？加特老师没有办法像别人那样通过这种工程来分钱，那他只好少交。他少交不要紧，他还忽悠你要多交，忽悠你心甘情愿的把钱放到大头那儿，这就是坏。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